伫教会外口安尼哦。嘿，教会外口，顶啊，嘿，因咧足快，咧外口快。OK。伊讲，我甲问讲，差不多今仔日去，今仔日第一摆开啦。在哪里哦？啊，差不多去偌济人，做300个啦。100个哦。普通拢600-700个啦。嘿。爱3顿嘛，伊去第一顿的9点半，过来10点半、11点半。啊是2个，啊才下晡佫一个，我毋知要去掠啦。啊，毋过安尼敢会使？加州的路安尼会使吗？你讲哪？那加州规定安尼可以？伊啊，就足侪人，都袂当袂当迄个看咧，要较紧去拜重建拜吼。常常拢咧甲一间真大间的教会吼，迄真侪优秀的学生伫遐吼，每间嘛拢开吼。像会高啊，平平诶。我来教。应该毋是。恁兜有哦，恁兜有狗哦。因兜有狗啊，因兜就是有狗啊。对吼，对，无看过。大家平安。平安。啊，怎么没有看到主庆呢？他快了。他们带你们狗儿子来瞧瞧。狗儿子啊？你的小犬。迄个建议遐有准备要收圣餐无？呀，我有哦 ，OK。有迄个饼拢有啊，迄人个阮早囝遐摕来的啦，伊收。哦。葡萄酒啊，搁有迄细的饼。我是这啦。哦。难怪你们那个好久不见了。被我们喝了。我无孙女，你好吧？他好的不得了，他每天开车出去兜风。真的。好羡慕哦。他自己啊，还是囡仔？女儿跟他约法三章，不能开门，不能下车，就互你开车出去安尼。其实安尼是真好啊。那时候主庆 quarantine 在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开车就带狗狗就这样子在外面绕，然后去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去公园啊，然后我们就在停车场那不下来，那时候都刚开始的时候。干嘛咱这几个哦，还没有人来。是啊，我无孙女起来啊。我无孙女起来呀。平安。哎，打个招呼一下。还有看见了哈？平安。吃好吧？好，多谢。啊，今仔日孙仔敢有来？真好。哇，伊咧工课嘿。因逐礼拜拢去 vacation 呢。就是啦。来这 vacation 是啥嘿？对啊。做破。无孙女，伊是迄个 Orange City 啦。Orange City 啊。你边人领导？领导啊。阮兜哦。敢是？啊？恁兜是倒一个 city？ 阮兜是属 county， 无属 city 啦。Orange County 哦。因为阮这个 area 因就讲无爱属 city， 所以阮是属 county 的。真的哦。OK。对啊，所以 pop tax 会较俗一撮呢。恁迄个恁遐叫做 DC 就对啦，特别行政区。伊这个 area 因迄阵投票可能无爱属任何一个 city 安尼啦，嘿。真的哦，OK。
啊，所以伊这是叫做 nose testing 安尼，啊，毋过是无上 CT 安尼哈。OK。博士，你声一直闪。我的声音哦。毋是你的影像。我的影像，袂啦，我看袂呢。是我。可能你的网络较慢些看。OK，我个试看吧。OK， 好。老早。文华还袂起来，还咧困。还袂看到呢。朱老师平安。平安，老早。啊，坐咱今哦，坐人客。我的朋友到底来介绍。我做半面啦，我来，时间就要到，我甲迄个泡泡来分享吼，咱就要请David 来当面开始啦吼。我会甲咱的声先关起来啊吼。我时间我甲咱的声拢总关起来。大家好，平安，咱一时礼拜前，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万国的天父上帝，今仔日阮兄弟姊妹要做伙来敬拜你，但是阮今仔日袂当伫你的圣殿来敬拜，总是阮要用阮的身体来做你的圣殿，恳求你开阮的心门。伫阮的厝内底，我们静静来听候，来信心来充满阮，求主帮助阮来听到你的声，来求主你使阮有智慧，会当来领受你的话，活伫你的话语中，会当来活出你的话语。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当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互阮会当勇敢来开嘴向你认罪。恳求主会洗清阮心内所有遮污秽。今日阮也要守圣餐，阮来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替阮流血伫十字架顶，赎了阮的罪。对安尼，阮会当佮恢复甲你的关系。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会当做主你好的见证。阮将下骹时间。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因带带领阮进来敬拜，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再走个。稍等一下吼，我甲佫形容一下，要歹势。
无用介好势，等一下哦，是嘞。咱个来到一摆了哈。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无快快受气，大大有慈爱。耶和华好款待万类，伊的怜悯指引伊一切所做的。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00首，圣诗100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第100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咱来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
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给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做下来，今仔日启应文是启应文26篇，启应文26篇，就是诗篇127篇，甲128篇，咱做下来启应。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恁早早起，暗暗困，食落落所得到的饭也是空空。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迄个人有福气。你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你要行通，处处行通。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亲像结济济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为雷你的道，亲像橄榄栽。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一条福气。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咱来做来看今仔圣经在记载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4章对13节到21，马太福音14章13到21。13节，耶稣听见，就上船对遐退去旷野，家己住。众人听见，就对这个城步行对伊出去，看见规大群的人，就怜悯因，医好因中间有病的。日暗晡，学生就问伊讲：这是旷野，个时已经过。就互众人四散，通去乡舍买食。耶稣甲因讲：因毋免去，恁互因食。因甲伊讲：阮伫遮只有5个饼、2尾鱼。伊讲：摕来互我。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坡，就摕迄5个饼、2尾鱼，向天来祝谢。8饼互学生互众人，拢食到饱。捡所剩的树仔满12顷，食的人、妇人、囡仔以外，约5000。马太福音13章14，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耶稣听到这消息，就上船离开那里，独自到偏僻的地方去。群众知道了，从各城镇走路跟着他。耶稣上岸，看见这一大群人，动了恻隐的心，治好他们的疾病。傍晚的时候，门徒来见耶稣，对他说：天晚了，这里又是偏僻的地方，请叫群众散开，让他们自己到附近村庄去买食物。耶稣回答：不用叫大家散开，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和2条鱼。耶稣说：拿来给我。于是
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5个饼和2条鱼，举目望天，感谢上帝，劈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大家都吃，而且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却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5000。咱从下骹时间到牧师伊要先带咱祈祷，然后要敬道，伊敬道题目是君王受选的罗卜。好，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祈祷。阮伫遮同心恳求天父，伊继续来保守即个土地、即个世界。逐工拢有真侪人伫染着即个疫情病疫的即个中间，求主你怜悯，是落你的怜悯看顾，也互阮会当早早来脱离即个病菌会感染甲攻击。主阮伫遮也为着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敬拜你，来献上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伫即个时代有安尼工具，会当透过科技来伫遮组织来敬拜你。当然，阮真盼望会当伫紧紧的时间就恢复迄个实体的礼拜，阮会当组织做伙。若是阮甲你的关系，甲兄弟姊妹的互动，也是主你互阮的改变。主，阮求你来固守即个土地，固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天气变化遮尔大连绵60几度连绵80-90度即个天气也阮南加州洛杉矶地区也已经有野火在烧阮真正需要主你的怜悯世界真侪所在伫水灾中间。若无主你的怜悯，阮实在无法度来度过这的天灾甲人祸。阮伫遮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的圣神甲所有的人三甲基地，也互阮会通对伫你的看顾来得到保守。阮为着阮的礼拜来恭敬交托你的手中，也将今仔日要领受的圣礼典来献上感谢。阮纪念你2000几年前为阮所牺牲的，你掰开你的身体为阮来死，你也流你的血为阮来洗清阮的罪。阮献上感谢，求主你透过阮领受的圣礼典，会通搁一摆领受主你的提醒甲你的恩典。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君王，然后受选的罗卜啦吼。我毋知David 拄则带咱读的经文了后，马太福音14章对13节到21节，即个经文读了后，甲看到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我毋知咱心内有足侪迄个 question mark 5000人食饱，甲君王有甚物款的关系啦吼？我想这是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来做伙领受上帝互咱的信息，嘛要对咱真实际最近发生的代志中间，我会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来甲大家三甲勉励。事实上，咱拢读新约的圣经吼，但是伫牧师的准备的中间，其实我拢有用诗篇，拢有用旧约。今仔日的旧约是伫以赛亚书55章，但是因为我无互咱读介济，安尼读一个新约。但是伫这内底，我拢会去用着旧约的经文、诗篇的经文做伙来思考吼。咱来思考几个代志吼，特别是我伫遮来提摩西，伊要袂被赶出伫埃及的进前，为着处理2件迄笔的人互人拍，也是甲迄笔人家己相拍的代志。第2件代志是2个迄笔人相拍，伊伫遐咧处理因的时阵，咧劝勉因的时阵，其中有一个迄笔的人甲
质问啦吼，甲质疑，讲治罪设立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我，吼管我。你想要拍死我，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摩西惊就讲，即个代志真正落出去啊！吼，咱伫拜五的时阵有咧讨论讲摩西的个人的认同啦，吼，牧师有伫遐来甲咱三角分享讲，我认为摩西自细汉受伊的妈妈做耶尼母的影响。所以，伊迄个国家认同、民族的认同，早就成做一个希伯来认同。虽然伊伫埃及的王宫大汉，伊即个伫咱即个经文伫出埃及记第2章14节的上落尾讲，即个代志真正落出去，有2项的意思。第一项的意思是伊拍埃及人的代志；第二层的意思是伊的认同。因为伊徛伫希伯来人遮，所以伊拍死迄个欺负人的埃及人。这样代志，2项伊的认同甲拍死人的这个代志，拢露出去啊！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章14节的。什么人来设立摩西做首领甲审判官？是迄个人对摩西的质疑。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以来的领袖甲审判官，拢是集中伫以色列人族群中间的领袖，比如讲士师啦、祭司啦，以及先知的身上，包括伫尾啊，咱知影迄个做王的嘛有审判官的即个权柄，会通讲是对过去道拢有即种咱讲皇帝制度的例，大概拢有集中。管理权甲审判权伫做伙，所以讲这是集权啦吼，集中的权柄吼做集权。伫圣经的了解内底，到底什么人设立摩西？照看起来，这个希伯来人对摩西的怀疑，伊其实毋是咧讲你是这个埃及的王子，你就有权利。伊咧甲质疑的是，阮是希伯来人，你是即个王宫埃及王宫的王子，什么人叫你来讲阮希伯来人？伊咧甲伊质疑即个代志。事实上，咱对摩西一生来看，咱知毋是人设立伊，是上帝设立伊吼。伫以赛亚书55章第4节的经文，安尼讲：看啊，我已经设立伊做列邦的干政，做列邦的君王甲首领。看啊，你平素毋捌的百姓，你要叫伊来，平素毋捌你的百姓也要走来活你，拢是为着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神的，因为伊已经应光你。这个仪表耶稣基督迄个弥赛亚的预言，伫以赛亚先知内底所咧讲的，要拯救迄个受苦的以色列人起来，甚至遐个平素毋捌的百姓也要来缀伊。这伫今仔日咱咧读福音书的经文的中间，咱看耶稣饲5000人食饱的代志，然后佫有另外一个饲4000人食饱的代志。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吼，要来做伙来思考。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要设立一个做外邦的见证，吼，做列邦的君王甲首领。咱佫倒转来看拄则以赛亚的经文，伊伫遮讲真清楚，讲有真清楚，毋是干那伫以色列人尔，伊讲要来做外邦的见证，做列邦的君王。这是伫以赛亚先知所预言、所预表，将来迄个君王，毋是干那要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尔，是要做列邦的君王。当然，咱真清楚知，这是咧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毋是指耶稣，摩西嘛毋是指大卫，嘛毋是指所罗门，是咧讲基督耶稣。伊要成做列邦的君王。咱知影摩西只是以色列人的首领，
大必即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所罗门嘛是，也是基督是全世界的主。这个概念毋是即马才有，嘛毋是伫新约才有，嘛伫旧约伫以赛亚先知的即个预言内底已经真清楚甲咱讲。我另外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经文，伫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讲，锡安的查某囝着大沉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就近你，伊是公义，搁行拯救，温柔，搁徛梨仔，甲梨仔所生的梨仔囝。这个指啥物人？这个是咧指耶稣基督。咱会记哩，耶稣基督最后一摆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伊是徛梨仔囝，入去伫耶路撒冷。然后伫米迦书第5章第20节讲，伯利恒以法他，你伫犹大遮的乡城中做姊妹婿，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甲我做掌权的。伊的君王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有，咱注意看，伫米迦书所咧讲的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有，意思是讲。咱对新约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毋是对新约才开始，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有。所以咧讲耶稣讲，这个伊的权柄是伫古早就有，现在甲将来，伊是起头也是落尾，这是咱讲上。咱要思考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甲咱讲什么君王这两字这个概念也无啦。拄则牧师已经伫开始的时，互咱这个问题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毋知有去看见君王的这个概念无？当然拢无写着啦。咱知影伫福音书4本的福音书内底，分做2个大类。一个类就是3本马太、马可、路加，咱叫做强观福音。这个强观福音就是意思是讲有共款的记载所在真济。另外一卷就是约翰福音，甲其他重复的所在较少，共款记载的所在较少。但是真特别，今仔日伫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4卷福音书拢有记载，咱要来看到底伫倒位甲咱讲，伊是一个君王，是一个领袖。今仔日的新约是耶稣互5000人食饱，无摕到君王。但是咱注意甲看，这个字较细字吼，我牧师会听较久，互咱注意甲来看这个字，我连咪会变色。互咱看一寡，伊有共款，也是讲较无共款的所在。的记载，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甚至甲约翰福音4卷的福音书，拢有记载共今仔日即在的即段的记载，代表讲即个代志非常重要。今仔日牧师要特别爱请咱来看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咧记载即段，甲其他2卷。有真大的无共款的所在，咧甲咱透露另外一个信息。咱来看马太福音，拄则咱David带咱读的，伊讲耶稣讲，你甲迄个5块饼2尾摕来互我，然后叫逐个坐伫草埔19节讲的吼，14章的19节所讲的。但是伫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有淡薄无共款啦吼。遮个所在有咧讲着要。因咧安怎讨论讲要安怎互因食，有讲着学生来甲耶稣讲，遮济人吼见散去啦吼。但是马可福音吼是耶稣家己讲的吼，耶稣家己讲的吼。这有无共款的记载，大概互咱小看者，这毋是今仔日要讲的重点。咱注意看中迄个蓝色的字的重点，甲边仔2个红字拢共款，讲叫所有的人坐咧。有诶记载讲5000，有诶后壁才讲5000，连我会佫甲中迄个所在佫较清楚来甲咱讲。
好，咱来看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记载。吼，咱注意看这两个段落，我甲放大吼。好，伫这个所在吼，这个我放大无看到。好，来马可福音第6章的第39节，伊讲伊就吩咐因何证人摆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坡，因就分队来坐，有的100，有的50。好，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第9章14节安尼记载，耶稣对学生讲：何证人坐规列，每列50人。学生照安尼行，何证人拢坐。这两个记载，甲咱显露出一个代志。迄个时阵，有真侪人认为耶稣的军队才是乌合之众，所以无人插伊。耶稣行神业行了，伊就走啊，别位啊，佫足侪人来对伊。但是伫即项代志发生了后，互罗马的军队开始注意，因为罗马的军队内底有一个组织对出埃及了后，摩西就设立迄个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当然佫千夫长啦吼。这个正做伫帝王体制内底军队的组织，甚至到现代，你若做过兵，你就知吼。咱古早咧讲，咧阿兵哥咧讲吼，一个班拢总有9个啦吼，一个班拢总有9个，挂班长10个啦吼，一个排拢总40个，佫有挂排长、副排长，加加40几个，要到50个，大概足接近即个制度。咱倒转来拄则的经文来看，伫马可福音的记载讲有100个人坐一列，有50个人坐一列。路加福音的记载讲有50个人坐做伙一列，因是足有规矩的。而且咱注意甲看上落尾，5000人是安怎算的？5000人是妇人人甲囡仔无算。5000人是会当作战的军队，好哪亲像伫出埃及的60万人中间，60万人是咧计算迄个会当作战的人，而且这个5000人佫毋是清彩坐，佫安尼散下，毋是，因是排规列足有组织的坐法，这互当初时的帝王的军队遐的人感觉真惊吓。咱知影伫马太福音第8章，耶稣捌伊伫即个霸总的罗卜吼，霸总就是意大利来讲罗马吼，罗马的即种的军队的一个军官吼，伊的罗卜破病，然后伊去找耶稣。咱会当看见。牧师可能遮较清楚吼，伊就照安尼来排列伫遮，有100人坐做伙，有50个人坐做伙，因伫遮有真有组织化，会甲遮个人组织做伙，而且佫有法度用5块饼、2尾鱼，互所有的人拢食饱。毋但是因有规矩、有组织尔尔，伊佫有气力来养持即群人，这对当初时罗马政府来讲，这是真通惊的一项事。若是咱看咧现代来看啦吼，咱定定讲咧讲一寡mega church 的牧师来讲，也是讲一寡宗教人物来讲，比如讲咱若讲天主教的教皇是大概做甲过身啦吼。其他差不多拢有退休的年龄，但是伫台湾的民间宗教，迄个做头的拢无退休的，拢做甲伊安尼断气为止安尼吼。但是你注意看，耶稣基督伫即个所在，有这么侪人来跟对伊，有这么啊规矩的组织伫即个所在，已经差不多是一个领袖的迄
迄个样式出来。但是伊无认为安尼讲好，紧诶，我紧来打天下，我要建立我诶国度，因为伊知影上帝呼伊诶呼召，毋是地上诶君王，毋是地上诶君王。上帝呼伊诶呼召是要来做奴仆。咱若倒转来今仔日个经文诶头前来去看诶时阵，你会当看见讲四福音拢有差不多拢有记载讲。耶稣看到即群人，伊就怜悯伊。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重点。伫饲5000人食饱，咱看这个耶稣就怜悯因，不但互因食，医治因的病。这是耶稣伊看见，也是讲伊真清楚上帝互伊的呼召。到底耶稣要饲什么人？有真侪人就爱讲即段，因为即段是互5000人食饱，搁剩12人，互5000人食饱，剩12人，剩12人代表即个以色列的12个支族，12个支族。那照记载，耶稣饲5000人食饱，大概是伫即个所在，伯赛大甲对遮。甲对遮，然后咱等下会当看更较大的地图来看吼。然后耶稣伫即个所在行神迹了后，伊就离开，然后呢，就往北边来行，北边来行。所以基本上是咧讲到伫以色列的区域内底，伫以色列的区域内底，这剩12人就是讲。耶稣来是要来养饲以色列的12支族。在圣经讲真清楚，耶稣来毋是要放弃以色列人。保罗嘛真清楚安尼讲，伫使徒行传嘛安尼讲，伫耶稣的大使命内底嘛安尼讲，就是爱对撒玛利亚开始，对撒玛利亚开始。咱知影撒玛利亚伫倒位？撒玛利亚就是伫犹太地内底。然后看甲全世界，看甲全世界。所以犹太人信主是上帝的心意，外邦人信主嘛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爱会记即点啦。第二个，伫咧饲5000人食饱以外，阁有一个耶稣饲4000人食饱。记载伫马太福音15章第32节到第39节。马可福音第8章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剩7人是咧讲当初时的外邦有7个国家。咱来看地图啦吼。咱拄则有讲到耶稣伫伯赛大来行神迹饲即个5000人食饱了后，伊就开始往遮来行。咱若继续看咧经文来看吼。伊就会当看到讲，伊伫即个所在，搁伫即个所在，去到伫遮，搁拄着一个寡妇等等的，然后耶稣就搁安尼行到来遮的时阵，伫即个所在，因为这地名，搁我也敢无法度甲伊确定，伫遮来饲4000人食饱，然后剩7人，所以即两个记载真重要是。有几大群人出去，耶稣拢怜悯因，拢怜悯因。这甲伫咱拄则看的饲5000人食饱是共款的吼。耶稣怜悯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饲5000人食饱，剩12人，以色列人有牧者无？有，因有牧者。但是即群剩7人的即群人，亲像无牧者，咧指啥物诶？指外邦还袂捌上帝的人，所以耶稣甲因讲吼，恁毋免叫因去吼，恁互因食啦，恁互因食。耶稣嘛行神迹，互遮的人拢食饱，互遮的人拢食饱，足重要的是有人爱做这项代志。耶稣也先讲，阮只有5块饼2尾鱼，伊讲摕来，摕来。所以耶稣伫遮足清楚咧甲人讲，你互伊食饱，行即个试看觅，你互因食饱。
耶稣是要叫学生学习做使徒、做门徒、做奴仆来服侍人。耶稣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听见门徒伫迄个彼此咧争论，讲什么人要做大诶。耶稣就甲因讲恁世间的这个君王吼，管辖人民的权利，但是这个统治者被这个称做救星，但是恁无应该安尼，吼，恁正做军队基督的人，无应该安尼，恁毋是要来做王，恁有一寡权柄，但是恁毋是要来做王，恁无应该安尼。26节伊讲安怎？恁中间迄个上大诶，颠倒爱亲像上细，做领袖爱亲像迄做奴仆诶。所以今日牧师用迄个标题讲君王受选诶奴仆，迄坐伫遮啉诶大，也是伫遐服侍人诶较大呢？当然是迄个坐地人较大，但是伊讲我伫恁中间是咧服侍人。这是耶稣伫路加福音23章24节到27节咧甲门徒所讲的。然后伫最后晚餐的时阵，伫记载伫那个约翰福音，耶稣来洗门徒的骹，然后就问因讲：我拄则替恁做的，恁有明白吗？13节伊讲：恁尊我做老师、做主，来讲迄个君王、迄个 leader 这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恁的主，恁的老师，我要求替恁洗骹，恁也着安尼彼此洗骹。伊讲我替恁立即个模范，是要爱恁照我替恁去爱恁去做的去做。我真心中来甲恁讲，奴仆无比主人较大，风车见的也无比车见伊的较大。既然是安尼，恁着爱会通实践。这是足有福气。约翰福音13章第12节到17节，耶稣有真侪人咧对伊，伊无伫迄个所在开始来自封做王。几工前，李登辉总统过身吼，对我来讲，我甲伊真亲近的接触无机会啦吼，但是有甲伊几若摆伫迄个做礼拜中间做伙。咧看到讲伊咧敬拜上帝的心，甲伊伫伊的人生的行做，甲我伫做兵的时阵是1985年退伍，迄个时阵阁是戒严的时代。阮拄着侪的代志，甲了后，像周建国先生过身，伊来接了后，然后10几年的中间，伊做总统，将台湾来改变。我一直咧思考一项吼，因为咱有戒严，有迄种戒严时期的特别行政法，迄个比宪法搁较大啦吼。我牧师安怎讲呢？就是讲，牧师是做3当兵的吼，阮读新人院的，互当做高中毕业，所以就爱去树头仔做大头兵。照宪法迄个时阵规定，所有的台湾人拢做2当兵，但是因为有迄个动员戡乱时期的迄个特别法，所以有违法的搁加做1当，所以我有摕2张退伍证，一张正式的退伍证，一张叫做紧急召集令的证明，安尼2+1等于3。伫迄个时代，就是讲，啥物人若做王的时阵，做领导者，伊就会当咱台湾话讲的判水会简单。但是伫李总统伊咧执政这12当，伊开始做一寡改革，这个改革互我真感动的是讲，伊若用迄个戒严法继续执政的时阵，可能伊会当做到7月29号才落台，但是伊无安尼做，伊开始来做改变，而且中间有足侪代志，阮无法度讲吼。报伫伊咧写即本册，伫几年前伊出来，即本册中间，伊咧告别伊的信仰，甲
来分享讲伊伫执政中间拄着困难的时阵，伊拢安怎去面对。这是总统夫人所写的日记中间摕出来，拢有经文。伊拄着啥物代志的时阵，上帝安怎甲讲话，伊安怎去思考。所以这册的标题讲一句话，讲我是毋是我的我，这是出自圣经的话，保罗所讲的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是借着圣经的话所讲的。伊咧思考讲，伊所咧做代志，其实毋是为着家己咧铺路，是为着台湾整个的改变民主的路程等等遮的。我想咱会当伫即段时间看足侪伊的代志，不过想牧师伫遮要来用伊来做例，是讲伊真正有用伊的信用。阮真侪的牧者咧对李总统的一个评价，就是讲，伊是用圣经做伊的施政原则，用圣经来执政，上帝是伊的导师。这是真正无简单的一项代志。我想，咱诚侪基督徒，无论咱伫甚物款的位置顶悬，咱真正爱来思考，咱要安怎来领受上帝互咱的呼召。足清楚，咱毋是要伫咧坐悬悬的位，咱是要来做上帝的奴仆，来服侍人，来荣光上帝。咱接续要来做伙来接受圣礼典亲像今仔日咱一直有伫遮咧讲，借着八饼，今仔日的经文讲，安尼掰开，即个恩典一直传落去，传落去，传落去。即个恩典是毋但有够远尔，阁有存。耶稣将伊的身体拍破来赏赐互咱，也互咱叫咱着爱安尼互相掰饼，互相来洗骹。牧师要甲即个PowerPoint关起来暂时关起来。咱大家会当看着彼此，咱做伙直接来领受即个圣礼典。请咱甲所有的人的即个camera 开开咱会通做伙来领受了后我再去甲 PowerPoint 用起来好。主耶稣受卖迄暝，摕饼起来，祝谢了后，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又搁旁边讲，即个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来祈祷。主悲疼痛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伫2000几年前，为着阮来牺牲性命。来拯救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会通对你所施落的恩典来得到救。主，你嘛呼召阮来3甲8饼，你嘛呼召阮来成做你的奴仆，来服侍人，来荣光主你的名。主，阮有阮济的限制，阮的能力无够。甲阮即马拄着疫情，阮无法度伫 physical 甲人的接触，求主你来帮助阮，伫即段中间，阮重新来思考甲你的关系，甲你互阮的呼召，阮会通伫将来无偌久的时，恢复的时，阮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的精兵，甲主你的工程伫遮来服侍人。阮当要领受主你所赏赐阮的恩典。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虽然阮伫无共款的所在，阮领受主你的恩典拢共款，有够野也有存。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受卖迄暝，摕饼祝谢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搁旁边讲，即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
好，我甲 PowerPoint 佮用倒转来，咱会当做伙继续来礼拜。David。咱做伙来念圣诗333首，救主耶稣基督。圣诗332首，救主耶稣基督。第332首，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来做念奉献的诗396首，咱将咱家己奉献，咱刚才用支票，咱来寄来教会，咱教会的人来收批。做来感谢祈祷，感谢天父特别上帝，阮今仔日伫阮逐人的厝，而且阮会当做来领受主的教示。特别上帝，阮知你是阮的力量甲帮助，伫阮的患难中，你是阮的拯救甲保护。阮若完全的倚靠你。咱就会当有规律来面对所拄着的艰苦甲挑战。弟爸啊，伫这个传染病疫情的时，恳求主又使阮有聪明的领导者，来求主帮助的世上这大国家这领导者，甲这政府官员，咱拢有用做罗卜的心智，来正侪阮众人祝福。主啊，求你帮助阮，伫行兄你紧张的时，阮每一个生活中都会当看到主，你向阮三甲地地，求主帮助阮，要知，阮要时时刻刻，阮要常常要感谢主，你赏赐阮的恩惠，
上司会晓听请阮，会记得阮，会感谢阮伫阮四周围的人，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有赏赐阮一切的所有啊，帮助阮会当用更较听主来回应主你的听，阮安尼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命来求，阿门。给咱就是咱请牧师来继续传下报告。咱欢迎有新朋友啊，听留步吼，咱等下礼拜拢刷的时阵，咱会去开这个视讯，咱再来介绍啦吼。要请倒位来介绍吼。最近天气搁变热，后礼拜搁要小可降落来，要请大家注意身体。嘛为着这个已经有伫这个Redland 迄边遐吼。山区有咧火烧，也请为着这来祈祷吼。即个月会有3位的寿星啦吼，李牧师娘吼，甲主客甲释金兄吼，咱来唱这个生日歌，来甲因祝贺啦吼。咱可能等下再来唱啦吼，即摆因为大家声拢关起来吼。来，曙光的报告吼，今日咱有举行这个网络的圣餐礼拜愿主的圣神甲咱同在，来赏赐保护咱。这段时间咱维持这个网络的礼拜吼，maybe 咱会当去想看其他的方式，伫较 open space 的所在，咱会当组织嘛，无一定吼。咱再来讨论看卖啊吼。咱照看要恢复迄个实体礼拜的时间偌久，毋知影啦吼。我想咱即马就是讲，你若有奉献，你就甲伊寄到伫教会，也是要寄互做长老会通来欠伫即个银行咱就会伫即个周报顶悬安尼吼，就像咱进前咱拢有咧安尼做吼。来，过来8月初7，有要查考加拉太书第6章吼。8月初7暗时的7点吼，搁接续落去要来查考提多书啊吼。OK，这大概咱知影吼。前礼拜出席24个人，网络查经有13人出席过来就是讲要征求志愿参与事会服侍同工啦吼。吴牧师娘捌一段时间之前吼，有咧甲我讲，是毋是会当鼓舞一寡即个同工会当来参与啦吼，会当安尼，大家会当来相提做伙来服侍安尼。所以伫遮互咱知，你祈祷啦吼，牧师即个看安怎甲咱邀请啦吼。8月初9后礼拜后主日的即个讲道资料伫遮，请咱服侍同工我有宣布互咱吼。后礼拜事的是即个牧师娘吼。好，来 David。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经句，咱做伙读2摆诗篇17篇第1节，做伙来读2摆。耶和华，求你听公义。留心听我的求着，我的祈祷毋是对奸诈的嘴唇出，求你按健康来听。那个一摆，耶和华啊，求你听公义，留心听我的求着，我的祈祷毋是对奸诈的嘴唇出，求你按健康来听。诗篇17篇第1节。咱做来吟上吟的诗509首，何乐天父万福本源。第509首，何乐天父万福本源。
咱做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愿主甲咱同在，特别是伫这段伫疫情真严重的时阵，来保守咱，毋但咱的肉体得到平安，咱的心神也有主甲咱三甲伫地，有主的平安。愿主的平安赏赐互咱，互咱会当有伊喜乐的神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免。好，来，咱来开。人客已经离开啊呢。对，伊只鱼啊叫我走去。所以讲11点半伊啊离开。哦。迄大概迄个是啊。他带迄个兄弟，伊叫做伊姓林啦，伊叫做 Bob 林安尼啦。伊本来有留伫迄个公关顶了到迄礼拜啦。我甲伊讲，阮咧教会逐个礼拜拢会准时礼拜哦，袂使无来礼拜拢知影。所以伊有欢喜和咱做伙来礼拜。伊有讲一句来讲。目前到礼拜点才5分钟就当结束啊啦，因咱当 fast forward 嘛吼，安尼要看来以后要看，你也毋免讲一定时间去啊，你讲有个人，你1点钟后才去参加礼拜，就安尼爱看，把做1时5分钟就了啊啦，安尼啦 ，OK。你讲咱教会3分钟就了。来，咱先来迄个庆生。寿星会唱一个紧嘞。寿星，胖。来，咱来唱啦吼，咱你开声一个啊，大家开声音，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对。谢谢。恁兜拢连线的吼，亲啊。7月、8月。对啊，我们都我满月就伊生日啦。伊若无满月无生我。阿叔，你哪袂转来哦？袂歹传个大咧。系啊，他袂晓过了真好势看。我只60
只60几度、70度，较袂热。哦，哦，遐凉，赞。咱们来去古金山。加足凉。那是81度。81度，咱家嘞。好明嘞。我即马65度尔。真的哦。啊，古金山都啊古金山59。哦，够凉。很多水。真正无爱会看哦。诶，像秋莲啊，光是电视甲我插入就安尼。也好诶啦。手。也会讲你诶手莲啊，甲四甲伊目睭安尼，可以啦。太阳眼镜安尼。款啊，手款啊。就会逃课。通电。哦，一个，看这里变高了。就我孙那两个。那就这。我荧幕顶完你有两个。有啥物两个？唔知。两个画面，你有两个画面。哦，两个画面。画面。有。有啦。对我遮有啦，两个画面。你有问题啦。有两个。对啦，一个画面顶完面顶当迄一个圆箍一直在遐洗。是，干个搞啊！啊，一个画面就会使。恁兜足神奇的呢。对啊。主训嘛是一个圆箍啊，伫遐洗。是啊，恁兜落圆箍，阮兜拢无圆箍啊。圆箍天晒较济。阮遮较有，阮兜较有天晒。毋是，今日头砍起来，迄个圆箍都无去。哎，到迄粒拜五时块可能无甜哦。我伊就是对哦，足有甜遐我挑起留一片，安尼，看安尼后再这大些，快这大些。要你这食。要互你，我给冰起来，给冷冻起来。啊，发电视等伊到位，冷冻起来就食你冰。无啦，毋是冷冻，我著给放水啊，规个冰起来。闭这西瓜冰。新上的西瓜冰，对。欧姆斯牛奶，欧姆斯牛奶拍无去。伫遮？伊无爱规片啊，红。有啦，伫遮啦，有啦。这个高水的。等到高挂，甲你按起来。这是大汉啊，细汉。大汉的啊，查某囡仔啦。哦，这是大汉。第二个啊。第二个。我无说好无？有平安。OK， 谢谢，感谢。我真好奇你我这边看。那会，啊，恁种的。啊，恁红。我看啦。笑一个啦，笑一个。笑一个啦，哎呦。你有哪白笑些上囝呢？来啦，你后面洗起来啦。啊，回那恁孙呢？阮孙唔知影，跳起来肯定食饭啊，嘛做本来遐好个做大个。哥哥要加家己背起来。哎吼，伊最开始背啊，因为你背老，伊晓背啊。哦。咱背，咱背一站起来啊，家己背起来。我昨天讲因查某囝的教会，倒转去伫教会拍囡仔咧聚会啦。对。open 的关吼。open space 啦。咱咪使搭咱那关，咱把树啊错掉啊，树啊错掉遐几片啊。
那么这要注意。伊即马是室外无限制人吗？室外你就是保持距离啊。聚会无一定爱几个人，无要紧咯。应该是 OK 吧？你著有迄个6个，嘿啊。所以咱即摆迄手啊做了挂7人，迄个6术安尼就使啊。6笑，咱来去摕迄个光复高雄的迄个条啊，来大家围起来。光复高雄。对啊，编辑啊。你都爱去。咱教会超波，咱教会超波会使，毋过可能伤热，可能爱用迄个。可能较热，嘿，迄个。较热咱来喷水啊，上即摆迄就是拢喷水。咱来创者。即摆才会摸，可是。王叔，恁兜即摆内底小可面足空啊哦。哦，你，我用你看。好，互阮看诶。一个。摸先。你来，哪里咯？你做嘛三个月。这是听恁。这个阿你。我有位同学讲无，若无我会使摕来阮兜放。米啊，已经放咧车库，放伫差不多30-40个box 啊。啊，你个电视有位同学放无？无，我嘛阮兜放。使啊！啊，你个嘛会使叫你。你拍起来做侪位。阮车库已经拢空啊，即马车拢进去。你讲赞做侪面下个。搬迄个社区，我停车啊。最主要拢摕去沙尾新阿米，有诶就是别人会当用啊，阮就拢。互人啊。袂爱个做侪客啊，要做侪面。对啊，我家己毋甘诶是做者找迄阵为台湾买来，一本拢大本啊，要送人伊讲，我为台湾去买，佫走去地买，佫用足侪钱，佫赶来足重诶，到时阵买互人有诶人讲，我无爱看册啊。呀，加早有一间新人医吼。几乎会当规个拢摕我诶册安尼，呀。你都毋知，看册愈看愈册。对啊。你遐久若想迄搭遐，你是要搬去你新诶你大诶所在呢？哦，我转起来，主要是我即几十档教主日咯，甲讲道，所有每一个 occasion 来讲道，我是想讲，即马吼慢慢有闲的时阵，开始甲迄个奖章吼写出来，看甲主日就写出来，变做 digital 啦，变做数位化安尼啦，啊。你要搬厝啊？要搬去倒位咧？反正搬去放到车库，若有需要，再去变出来。遐车库遐大嘛，互你放。车库无遐大，但是想办法啦。新人伊是讲。文阿兄啦，文阿兄因兜客厅。阮兜客厅喏，阮兜客厅，即马我就是伫阮兜客厅，阮两个坐落。你无？你看，阮兜客厅坐落，阮都惊咧。这车伊买啦，电视买啦。你睇啦，电视买啦。我有可能呀，若无用着，就是互人啊呀。哦，电啊，即款的我拢买啦。啊，册是愈看愈册。其实你拢爱从阮有声的。什么特别？什么特别？
要将你做你大间厝内底啊，要甲缩小去较细间的所在吼，你真好听的吼。但是足轻松的呢，感觉今麦足轻松。你要不要解密？我所以刚才看册啊，看伊的册，伊足紧张的，其他拢我会得。啊，你以后倒啊，搁要坐。嘿啊，你要看你以后倒啊，搁坐咧。敢无啥上济？厨房的米啊，厨房的米。所以咱印度，咱来去啊，大家看介意的体系，退销，对无？若要去的所在足细，毋过对地讲足大的。所以你即马去车库，阮就会使来去整啊，对无？我看到迄电视介意，我就摕来。可惜了，无可能车库。讲一句笑的啦吼，我对恁看册无信心。我这规套的有像啊背景，也是讲解经的，什么希腊文解经，中文的一本哦，一铺是10册，本底是应该放到信友的教会是真好。但是我咧想讲，恁可能袂去顶，所以我看到信人伊。信人伊可能较侪人看的啦。对啊。咱来新约教会内底迄个贴图啊，遐吼，遐有足侪册啊，但是遐足侪册，有诶检采，有诶足侪拢 repeat 的啦。检采后会当迄要册拄啊，有当时袂啥小可款款的，我想一半的 space 会走出来。敢无白遐？我白遐甲车用食了了出空的啊！顶下就是有白遐。看咱有信心无？信友以后有一间足大间的 office， 啊，还有 library。我说，即摆敢毋是大家拢用电脑嘛，汉尼咧看册啊嘛，对吧？基本上用电脑较济啦。啊，系啊。我来摕一本互你看下。那本来是最主要迄顶管迄图啊。嗰個 barbecue， 那都冇見咩 barbecue。今仔日看大家食圣餐哦，有诶步拢袂了，啊有诶啉拢袂了，一直啉。你拢用较大杯啦。用者。哦 ，OK， 恁就看无，这本价钱5000几块台票啊，6000。我特别去新人院去买，去花神。5000几块新台票。新台票，迄古早差不多10几工前。哦，够贵。啊，你买了你有看无？就是讲吼，有当时有看，有当时嘛是喊你看着啦，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吼，我就是去新人院安尼，互因用，对啊。你们又不回来看啊？有哪去跑那个啦？唔知咧，走无去啊。去抱孙，去抱孙对啦。你真无用哦。
踮咧一直读。有人咧甲我问讲，阮兜的做到底是好的啦，伊煮一汤的白木耳啦，啊欠红枣啦，我讲红枣啊，搁足青的啦。啊，咧回伊消息啦，袂出节啦。按是就是去说出来。这个看有无啦？有啦。起码在看到。今仔会使去咬树啊吼，迄阮兜的柑仔哦，算差有9粒10粒尔，今年无啥物柑仔好食。那回来无去。伊做关心伊的呢。伊拢咧讲点名。对啊。即摆高边咱大家拢伫厝里吼，啊即摆迄讲顶礼拜我们讲要买一个冻箱啊，对，洛杉矶安尼找拢无啦，网站拢找拢无啦，结果去找着一间 Home Depot， 直立式的280块。真诶哦，太少。啊，就差不多150公分啦，完啦。有够我用，我互你地址，你只再去阮兜。安尼啊，啊就刚一台尔，刚一台尔。要紧一台，啊你就钱付的啊，再去阮兜。哦，哎呀，歹势，伊去阮兜啊。啊，我甲阮囝讲，伊嘛要买一台，伊讲因上近的安尼吼，附近遐北加州爱开100万才有法度去买一台。啊，真正拢无咧，无啊去网上嘛拢订。恁囝住伫对？10块免。有当时Home Depot买贵了嘛买无，过几。什么买无？冰箱、鸡粪、牛粪都买不到啊！啊，拢伫厝里咧种菜啊，果树拢较贵啊。哦，果树。木薯，你讲木薯较贵。你讲啥？你讲木薯。果子树啊较贵。果树。果树。迄个果树啦，果树。果树高树啦。歹势，我听做讲木薯较贵。我互你的拢免钱啊。多谢啦。就是你修行就报酬较大咧，报酬较大。报酬。对。但我修行吼，80%互你。我即摆拢甲我互你的拢爱当7、8年啦。那就待遐久，迄拢算到顶悬起来啊呢。有得紧啦，明年就有了。啊，若迄2倍就爱家己发爱当较久啦。所以讲有5、6人阿爸口度拢唔敢互恁啊，迄拢爱等阿叔来接机。接机的较紧咯。接机的。辅导你讲啥听无？对，阿叔太无声。说咧想因孙。阿叔无声呢？阿叔无声。有影。伊伫遐比小话者，互恁叫看卖伊咧讲啥。不是啦，伊叫咧，我在伊咧管咧玲珑，我无。有啦，你洗玲珑咧。伊12点要来。12点啊？喂，哦。要食啥物物？逐礼拜问题哦。是知影讲顶礼拜食水饺。无啊，阮遮有迄款大馅饼，有迄个馅饼啊。哦。阮已经几啊顿食迄个顶好的迄个包啊。阮遮嘛有迄个皮蛋瘦肉粥，哦，
好，迄个关什么个啊？你即摆食我看啦，敢用讲的，阮遮重嘛。啊，阮遮嘛有迄个印度餐，我阁有秘鲁餐，我有。迄无好食，迄无好食。我用讲互你听，啊，阁有迄个迄个马鲁凯，阁有迄个沙西米会当切。你遐有马鲁凯？阮遮有马鲁凯啊。哦。啊，阁IKEA的早餐。哦，IKEA对啦，来去。明仔去带IKEA等早餐啊！毋过恁哦，安尼去食迄个早餐，我即摆会晓做蛋饼，会晓做 burrito， 会晓做足侪即个其他的物啊，省足侪钱的呢。有当啊5口都爱10外箍，啊我卡一粒卵落，啊一个包，一个面包皮吼，啊搁切的肠啊用的，所以这有影是上帝互我迄个运带，所以毋免出去，搁会当甲食到足好诶。就无说你就是厝搬好，我要来去甲你拜访。早起时，我早以前哦，我含迄个兄弟诶时，阮早时不但有来阮兜拍球了以后吼，啊食早餐有咖啡，搁有迄个迄阵古早有豆奶，搁食糜。即摆无，我做蛋饼哦，你袂使。即摆啦，你去因兜拢食顶好诶啦。最近来食顶好诶啊，拢免煮啊。顶好也嘛无啥物。顶好讲有啥物？卖来。顶好遐都剩一丁无啊，变烂掉了。因有啥物好物嘛，先来互我看者。哎呦，前去食，原来就对啦。后礼拜摕来我看者。David， 你都爱广告啊，即摆。对啊，我同我爱广告啊。David， 你都爱讲看你遐包啊有几种？对。有鸡肉，有猪肉，啊，搁有迄落牛肉。鸡肉含迄落粉，迄落叫做啥粉？糖粉是无？吼，啊，搁有素诶。叉烧包，素菜包，有呀。奇怪，你讲这我都拢捌看到。韭菜包、水饺包，啊个，迄落煨排。煨仔你拢无声呢？煨仔嘿。煨仔无伫啦。你的麦克风无关，但是无声呢。你个出去个几摆，我一摆。你个出去个几摆一摆。你先个落out，个出一摆。出去外口，出去外口个叫。因为以后就在等啊，就无去啊。出去。叫比这里啊。你也无去啊。啊，一无说你是拢恁后生去买互你食呢？无，我家己去买，我撞到迄个简医师。拜五大后我撞到伊。哦，安尼哦。我即摆就出。啊，有你出去？嘿，我想讲你拢无咧出去。有啦，阮无出去，但是若去买即个食物吼，有去啦，呀。若有出去拢也去顶后去呢。呀。这啥？不过就是讲吼，最近咧，大家食物啊，可能爱较注意，就是讲对这个预防迄个疫情的物啊，比如讲，阮最近食物啊吼，拢囥足侪蒜头的，有当时啊，就是讲你食啉茶以外，有囥足侪迄落算讲较真少迄落粉啊，有安尼吼。甲你增强这个免疫，有当时啊，你若有这个免疫的，伫你的，迄个准讲这个 COVID-19， 准讲互你伫迄个鼻腔遐吼。但是你若有迄个强度的免疫的时阵，有可能伫遐的时阵无法度入去伫你的身躯内，甲它停留伫遐。安尼的时阵，你可能
转来吼，出入转来的时，你着用迄个沙文水洗一下，还是讲用盐水洗一下，还是讲迄个醋吼安尼洗一下，安尼你着会当避免呀。迄个意思就是讲吼，你有当时可能接触着，但是无入去到你的皮肤内底，无入去到你的内底下面啊的时阵，你还阁会当算讲根本就免除掉安尼呀。我若上班转来，我逐工第一工就是爱第一项就是爱洗身躯啊，入来还袂入来厝就先洗身躯啊。你是做爱焗喙的，焗喙一个啦。啊，你用盐水焗喙呀。你还袂入去厝，你就先洗身躯。啊，你毋着伫遐规下露天伫遐洗身躯。哎呦，内行的哦，哎呦，你搁知哦，哎呦，你讲出去啊，入来了这啊上啊我阮即落一日倒啊，剩几若摆，这毋洗几若摆。收水，咱去收水啦，发生水。我嘛去收水过啊，那像迄个设一个机器洗车安尼，毋行过就自动的。迄个周老师，请教你吼，咱细汉的时吼，在台湾的时，拢有打迄个卡介苗，迄款去病的迄款卡介苗。你毋知我拢有啦吼。迄个卡介苗做咧到即嘛，是毋是还阁有效？迄就是会当抵挡即个肺炎，敢毋是？完全无共款，无共哦。款呀，伊即个免疫的时阵吼，伊就是讲你迄个抗体出来是针对迄个外来的侵略，会当含伊结合。啊，卡介苗是对以前迄个汇合，迄个结合用的迄个叫做 tuberculosis， 迄种的迄个霉菌安尼。啊，这 COVID-19 吼，讲起来毋是真正是一个生物，是一个迄个遗传的迄个一个迄个算讲 chemical 的迄个小分子安尼尔啊，对啊。所以这吼，为遮来嘛会当去看去讲，就是讲迄个遗传因子，就是讲上帝咧创造吼，有当时就是讲即个中间咧看的时阵，伊嘛是毋是有生命咧？伊毋是一个生命，是一个迄个长期的迄个蛋白质的一个分子安尼尔，对啊。啊，你入去的时阵，伊就会当甲你念到你的迄个你的遗传因子对一搭，啊，甲你讲。对啊，所以我有写一篇吼，就是关于迄个 DNA、RNA， 差不多啊，甲含即个迄个耶稣受性神就受胎吼，这有关的吼。古早10几年前的时阵，大家拢无咧讲，啊，所以大家看到讲，啊，你哪会用这样呢？但是即马你有 DNA、RNA 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性灵的迄个怀胎的时阵吼，就无查甫甲查某的基因，无亚伯拉罕也无玛利亚的基因伫内底，就是性灵伫遐怀胎，所以无有多的迄个染着安尼，对啊。所以大家较注意咧，啊，好好啊，祈祷家己呀，安尼应该是无问题啦，啊。啊。好，12:04啊。好，李老师，感谢你今仔日的迄个，这就是仆人领导。咱遮兄弟姊妹今仔日讲的，就是足个领导学外口即摆开始咧讲的仆人领导的迄个艺术啦，对吧？多谢。哎，好，平安。